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Vincent， 今日同大家講解一下二頭肌同埋佢嘅訓練方法。咁二頭肌可以分為長頭、短頭同埋軍肌。咁軍肌其實係一個獨立嘅肌群，但係佢嘅大小比例會影響到我哋二頭肌嘅外觀。所以如果你要一個好睇嘅二頭肌，咁就喺訓練嘅時候唔好忽視佢啦。今次就由我為大家介紹二頭肌嘅3個動作同埋訓練時要注意嘅地方。啞鈴彎舉係一個單關節嘅動作。首先做嘅時候，手踭伸直微曲，上嘅時候上到肌肉最緊嘅位置，落嘅時候落到手踭微曲就可以㗎啦。好，咁同時背肌收緊，壓下肩胛骨。如果你做到呢個基本嘅啞鈴彎舉動作呢，咁我仲有一個進階嘅啞鈴彎舉嘅動作。好，咁記住做呢個動作嘅時候呢，上嘅時候轉動前臂手心向上，咁落嘅時候呢，慢慢將手心轉向身體嘅方向。咁記住啦，做呢個動作時保持重心嘅穩定，而手臂同身體盡量避免前後嘅喐動。例如啞鈴彎舉係一個針對短頭嘅訓練動作。咁當我哋做呢個動作嘅時候，手指尾盡量向外旋轉，咁樣嘅話就可以令短頭有一個更好嘅收縮效果。而斜躺二頭彎舉係一個針對長頭嘅訓練動作。當我哋瞓喺張凳嘅時候，會將膊頭拉向後斜方，咁令到我哋嘅長頭拉長，並增加長頭嘅收縮範圍。咁我哋做呢個嘅動作嘅時候，首先將手心面向前方，上嘅時候上到90度嘅以上，最好上嘅時候唔好晃動我哋嘅手踭，咁落嘅時候呢，落到手踭微曲就可以㗎啦。好，咁跟住呢個呢，就係最後一個動作，叫做隨式嘅二頭彎舉。咁呢個動作除咗可以訓練到我哋嘅長頭之外呢，仲可以針對軍肌嘅肌肉收縮。咁做嘅時候可以試下將拇指向身體方向微微扭轉。隨式彎舉我比較建議採用呢種握法，因為呢種握法可以大大減少前臂嘅施力力量，並且大大提升二頭肌同軍肌嘅參與度。咁做以上嘅動作嘅時候，有以下嘅注意嘅事項，例如上嘅時候呼氣，落嘅時候吸氣。咁做嘅時候，挺起身體嘅腰椎，腰椎要成一直線。手腕呈一直線，唔好拗前，亦都唔好拗後。咁大家唔單止係做二頭彎舉嘅時候，仲有做其他動作都唔應該要拗手腕嘅習慣，咁就會有機會避免咗主副手嘅風險啦。咁記得大家做二頭嘅時候，唔好攞得太重，要量力而為，因為如果有啲人做得太重嘅話，會斷咗二頭嘅。如果大家中意呢條影片嘅話，就記得讚好、訂閱同分享啦。中意呢類型嘅影片可以留言話俾我哋聽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